各位乡亲，团队人带木天行到一个较悬的所在，额头看过去，将梦城游玩真热闹，人人看起来拢真平安，无人知影危险已经近啊。团队人伸手指向天边，目天一看，一大片乌云，慢慢向将梦城移过来，伊的心开始惊吓。团队人真平静讲，这座的城不是永远存在，有一天上帝审判要临到留伫这的人，拢逃袂掉。这不是恐吓，是诚实的提醒。木天硬条伫遐，心内一直想：我的厝内人安怎呢？我的朋友安怎呢？若是真的，我敢通继续留落来？团队人搁指向远方，这条路虽然矮，却是活命的路。若要得救，唔通丢毒。木天一摆看向将梦城，一摆看向远远的光，一面是真熟悉的生活，一面是真未知的道路。如今爱选择的人是伊。各位乡亲，上帝警告，不是要害人，是要救人。木天敢会相信？敢会真正离开将梦城？要知后来安怎？咱后回继续讲落去。